上一回講到，劉皇叔喺新野巧遇化名善福嘅徐庶、徐元直，終於獲得咗人生第一位頂級軍師。善福一出山就指揮趙雲、關羽同張飛喺新野城外打咗一場極度漂亮嘅反擊戰，一槍刺死曹將呂曠，將曹軍打到潰不成軍。曹人氣到七竅生煙，點齊25000大軍，擺出號稱天下無敵嘅八門金鎖陣，殺氣騰騰直奔新野。今集第36回係成個三國歷史上極度精彩又極度感人同心酸嘅一回。今集唔單止有神級軍師破陣集成，仲有三國最經典嘅歇後語由來，以及歷史上最令人動容嘅兄弟君臣離別。今日我哋就開講《三國演義》第36回，玄德用計襲樊城，元直走馬戰諸葛。第一幕，破解八門金鎖陣，趙子龍一戰成名。話說曹仁帶領25000大軍來到新野城外，擺開陣勢。只見星期八日，殺氣騰騰，陣營層層疊疊，好似一座鐵打嘅迷宮一樣。曹仁騎喺馬上，極度囂張地指住城頭大喊：劉備大耳賊，識得我呢個八門金鎖陣嗎？有本事就派人嚟破陣。劉備同善福、徐庶企喺城頭觀望。劉備睇到頭暈眼花，心裏面發慌，問善福：軍師，呢個陣營好似好厲害，到底點破解啊？善福站在城頭，羽扇輕搖，哈哈大笑。呢個陣營確實係八門金鎖陣，八門分別係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。如果從生、景、開三門衝進去就能勝；如果從傷、驚、休三門衝進去必傷；如果從杜、死二門衝進去必死。曹仁雖然擺得好，但可惜缺乏中間嘅主持大將。只要我們從東南三門打進去，向正西景門殺出來，呢個陣營即刻崩塌。講古老柏驚堂木，睇下呢啲就係頂級軍師嘅眼界，喺普通人眼裏係死局，喺徐庶眼裏簡直係漏洞百出。善福立刻下令，派趙雲帶領500精騎出戰。趙雲接過軍令，挺槍躍馬，帶領500精兵，好似一道閃電一樣，直接由東南角嘅生門猛衝進去。曹仁大軍頓時大亂，趙雲喺陣裏面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手中白虹劍同崖角槍好似蛟龍出海一樣，殺得曹軍屍橫遍野。趙雲一路向西猛砍，成功由景門殺咗出來。曹仁陣腳大亂，善福喺城頭揮動紅旗，劉備帶領大軍全線出擊，25000曹軍被打到潰不成軍，曹仁落荒而逃，敗退回樊城。第二幕，曹仁夜襲落空，關雲長襲取樊城，曹仁逃回樊城，輸得極度唔服氣。大將李典連忙勸佢：將軍，劉備身邊有高人相助，我們不如先退回許都，再作打算。曹仁怒吼：老子輸得太窩囊，今晚我們帶領剩餘精兵去夜襲新野，劉備勝咗一仗必然驕傲，今晚定能殺佢個措手不及。李典勸唔止，唯有跟住曹仁連夜帶兵去偷襲新野。點知這一切早喺善福嘅料算之中。當晚曹仁殺到新野城下，發現城門大開，城裏面死一樣嘅寂靜，連狗叫聲都冇一隻。曹仁心頭大震，大禍，中計啦！話音剛落，城裏面火光天，伏兵盡出，張飛帶兵殺出來，曹軍頓時人踩人，死傷無數。曹仁同李典慌忙帶住殘兵敗將，連夜逃回樊城。跑到樊城城下，曹仁大喊：快開城門！我係曹仁。城頭上突然間亮起無數火把，只見一位身材魁梧、紅面長鬚嘅大將站在城頭，手提青龍偃月刀，冷笑一聲：曹仁，我係關雲長。樊城早已被我軍師算定，一早就被我拿下啦。講古老柏驚堂木，好，
偷雞唔成蝕把米。曹人連大本營樊城都輸埋，唯有抱頭鼠竄逃回許都。第三幕，程昱陰毒獻家書，孝子徐庶方寸大亂。曹人逃回許都，向曹操請罪。曹操震驚萬分，劉備個大耳賊幾時變得咁犀利，連樊城都拿下咗。程昱冷笑一聲，上前稟報主公，劉備背後有高人指點，呢個善福根本唔係真名，佢真實姓名叫徐庶，字元直，此人乃係潁川奇才，才華不在我程昱之下啊！曹操大驚，徐庶如此厲害，該如何是好？程昱眼神一冷，使出咗一招極度陰毒嘅連環計。主公放心，徐庶呢個人有一個致命弱點，佢極度孝順佢個老母。徐庶嘅老母徐老夫人依家仲喺潁川，我們只要派人去將徐老夫人接綁架到許都，逼佢寫信召徐庶返嚟。徐庶收到冇信，必定會離開劉備。曹操大喜，立刻派人去將徐老夫人接到了許都。曹操親自出面，好言相勸徐老夫人：你個仔徐庶依家喺新野幫叛賊劉備，你快啲寫封信召佢嚟許都效力曹丞相吧。徐老夫人係個有骨氣、懂大義嘅烈婦，佢破口大罵劉玄德係帝室之當今皇叔，仁德布於天下。曹操你個閹殊之後，欺君罔上嘅賊臣，竟敢逼我害我個仔，我死都唔會寫呢封信。徐老夫人拿起桌上嘅硯台，猛地砸向曹操。曹操大怒，想殺徐老夫人。程昱連忙阻止，殺咗佢就無用了，我有辦法。程昱派人侍候徐老夫人，騙取咗徐老夫人嘅親筆字跡。隨後，程昱模仿徐老夫人嘅筆跡，偽造咗一封告急家書，信裏面寫得極度淒慘。兒啊，老娘被曹操抓捕，命懸一線，每日捱打。你如果不速來許都救我，老娘今日就死喺獄中。第四幕，痛心疾首辭英主，走馬回槍戰諸葛。新野城內，劉備同徐庶正在慶祝大勝，突然間手下稟報，有徐庶家鄉嘅信使送來急信。徐庶拆開信件一看，如遭雷擊，整個人癱軟喺地，眼淚好似決堤一樣流出來。劉備連忙扶起徐庶，軍師何事如此傷感？徐庶哭住將信遞給劉備，主公，庶本名徐庶，字元直，之前因避難化名丹福，今老母被曹操老賊抓去許都囚禁，信中言命喺旦夕，母子之情重於泰山。庶今日不得不告辭主公，前往許都救母了。劉備聽完如遭雷擊，跟住徐庶嚎大哭。劉備手下有人悄悄建議劉備，主公，徐庶乃絕世奇才，如果放佢去曹操嗰度，無異於放虎歸山，不如扣留徐庶。曹操見徐庶唔去，必定會殺咗佢老母，到時徐庶就會跟曹操有殺母之仇，死心塌地幫我們啦。劉備一聽，嚴厲呵斥，不仁不義之事。劉備寧死不為，令人殺其母而留其子，係為不仁；留人於危難而不顧，係為不義。我寧願死，也絕不幹這種傷天害理之事。講古佬拍驚堂木，睇下呢個就係劉皇叔嘅仁德，即使面對失去頂級軍師嘅巨大打擊，依然選擇成全徐庶嘅孝道。第二日，劉備帶領文武百官喺新野城外擺下酒席，為徐庶送行。君臣二人依依不捨，眼淚流滿咗酒杯。徐庶騎上馬，一步三回頭。劉備看住徐庶遠去嘅背影，哭得死去活來。看到前方的樹林擋住了徐庶嘅身影，劉備大喊，把前面嗰片樹林通通砍掉，因為他擋住咗我看元直嘅視線啊！講古佬拍驚堂木，砍樹留木，呢份君臣心情真係睇到人眼眶發紅啊！就在徐庶騎馬走出去幾里路之後，突然間徐庶調轉馬頭，一路狂奔返回來。呢個就係歷史上最著名嘅走馬戰諸葛。徐庶來到劉備馬前，
下馬稟報主公，樹方寸意亂，差點忘記咗一件關乎主公一生命運嘅大事。之前水鏡先生所講嘅臥龍，主公可知係邊個？劉備連忙問：到底係邊個？徐庶眼神無比堅定地講出咗那個震動千古嘅名字，此人乃係狼爺楊都人，姓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。佢隱居喺襄陽城西20里嘅隆中臥龍崗。此人乃係當今世上第一奇才，以樹之才比之，樹如螢火之光，比如皓月之明啊！主公若得此人，何愁天下不定？但主公記住，此人不可屈至，只能親自前去恭敬求請，三顧草廬。劉備聽完，把諸葛孔明呢個名字深深地刻喺咗心裏面。徐庶再次拜別劉備，揮淚前往許都。第五幕，烈虎怒罵，痛心疾首。徐庶進曹營，一言不發。徐庶星夜兼程來到許都，直接去見老母。徐老夫人看到兒子竟然來到許都，大驚失色。兒啊，你怎會來到這裏？徐庶哭住月，兒收到母親親筆家書，月被曹操囚禁，命喺旦夕，所以特意前來救母啊！徐老夫人聽完，拍着大罵：蠢材！你這個糊塗蟲！我平時教你讀書明理，你怎會如此糊塗？劉玄德乃係當今皇叔，仁德布於天下，你投靠佢乃係正道。曹操乃係欺君罔上嘅賊臣，你居然為咗我一封假信，棄明投暗，落得個名譽掃地嘅下場，我有何面目去見列祖列宗？徐老夫人罵完，痛心疾首，轉身衝進後堂，懸梁自盡。徐庶衝進去，看到老母已經咽氣，整個人徹底崩潰，哭到暈厥過去。經此大變，徐庶看清咗曹操嘅陰毒，對曹操恨之入骨。徐庶喺老母墓前發下重誓：我徐庶此生絕不為曹操獻一計一策。呢個就係歷史上最著名嘅歇後語。徐庶進曹營，一言不發，身喺曹營心喺漢。拍驚堂木。第36回的故事到呢度就正式功德圓滿啦。趙雲破陣顯神威，八門金鎖一戰破，程昱陰毒偽家書，孝子徐庶赴許都，冚樹劉穆軍神淚，走馬回槍戰諸葛，老母裂骨懸梁死，一言不發劉青史。徐庶雖然走咗，但佢喺臨走前幫劉備點亮咗未來最耀眼嘅明燈諸葛孔明。劉皇叔要點樣才能請得動這位全 server 第一神選，號稱臥龍嘅諸葛亮，又會給劉備帶來點樣震撼天下嘅隆中對？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司馬徽再戰名士。劉玄德三顧草廬序幕，保證比呢集仲要激燃，仲要刺激，仲要精彩百倍，同你唔見不散。拜拜，留言區大會堂一齊吹水。睇完今日呢集，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？劉備嘅仁德，手下勸劉備扣留徐庶，借曹操隻手殺徐母。劉備嚴詞拒絕並哭着放行。你哋覺得劉備係真仁義定係假慈悲？徐庶嘅悲劇，徐庶因為孝順被程昱假信騙走，最後害死老母，自己也一言不發。你哋覺得徐庶呢波操作係大孝定係大蠢？走馬戰諸葛，徐庶臨走前極力推薦諸葛亮，話自己跟諸葛亮比起嚟係螢火之光對比皓月之明。你哋覺得徐庶係過分謙虛，定係諸葛亮真係咁神？通通寫晒落下面評論區，一齊吹水討論。好啦，今日呢回就講到呢度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睇到呢度嘅都係真兄弟、真姊妹。如果你中意聽我用最貼地嘅廣東話俗語講三國，覺得聽得過癮嘅話，依家就動一動你嘅金手指，幫手點讚 like、share 俾你班手足，同埋最緊要訂閱 subscribe 埋我，開埋個小鈴鐺，咁先可以第一時間返嚟繼續追看。仲有啊，睇完今日呢集，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，或者有邊個細節想知多啲？即刻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無論你係想討論邊個武將最強，
某個計謀係咪真係咁神？定係對《三國演義》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，通通寫晒落評論區。我哋之後嘅影片除咗講古，亦會親自出嚟為大家解答三國嘅各種大細難題。多多留言，一齊吹水。我哋下集古仔仲精彩，同你唔見不散。拜拜。